围对无？嘿，这少年宫啊，你穿的这敢是你的宜兰款？哦，为什么要安尼穿啦？吼，其实阮去日本的时阵就发现讲，咱讲迄个和服，你直接想到迄就是日本的传统的衫。对对对。啊，你讲迄牛仔衫、牛仔裤衫的，迄就是美国嘛、美西嘛。啊，咱台湾这传统的衫是要穿啥？我伫做田的时阵，我嘛想讲，对啊，咱台湾的这做田人到底咧穿啥时阵？想，有一天吼，发现讲我隔壁阿公就是安尼穿，穿这特色，啊，平常时是白色的，啊，咱在少年啊，搁会较文青者了，变一寡蓝色了，怪穿西装裤，重点西装裤裤脚爱闭起来，啊，搁这个去庙拜拜有这个帽啊嘛吼，啊，这个吉仔呢，上重要是这个衬托想要介绍一下啦吼。这个衬托啊呢，其实迄当阵因为我拢带外国人坐菜市啊的时阵，我就介绍吼，一个荷兰的朋友介绍讲吼，其实咱真侪荷兰的人吼来到台湾的时阵，伊拢甲我讲吼，咱这个衬托甲伊有关系。为什么咱甲伊有关系？哦，其实迄个咱真侪阿公会穿这，重点是这吼会较足侪空，迄行路较袂跋倒，因为袂跋倒安尼足简单尔。嘿，啊，荷兰的人讲，咱这个色甲因共款的，拢是这个 orange 啦吼，橘色的。为什么是 orange？因为原来因咧依照一个国王伊的名叫 Orange， 是要兰字，嘿，奥兰字吼，要甲纪念安尼。啊，佮甲我讲吼，你看恁遮衬托顶头一个 logo， 这搭一个国家的国旗啦吼，顶头红的，中白较蓝的，这拄好嘛荷兰的国旗。哦，安尼才拄好，那才拄好。啊，我就为着要找这个答案嘛，找到答案还袂答案嘛，还袂找着。但是重点我大概解说时候，正常甲我讲吼，哦，恁台湾以早伫 Formosa 时阵吼，迄个葡萄牙的时阵，可能讲伊 Beautiful Island， 吼，伊拉 Formosa 开始讲西班牙、荷兰、日本、美国拢来甲咱台湾，想甲咱生活。当咱南岛语族，佮甲咱讲吼，哦，恁的祖先伫台湾呢。哦，其实咱台湾真早就甲国际伫连接啊。咱为什么会当面啊找讲咱甲伊世界的关系时阵，原来这衬托互咱一个观点是讲吼，其实咱愈深，咱有一句话讲 ，old is new 嘛吼，愈在地愈国际的时阵。真正伫遮学出来，咱讲哇，咱真侪故事，但在地我唔知。世界要来台湾佚佗的时，咱需要甲这个观点甲伊讲，知影讲咱的关系了，伊就知影讲吼，台湾其实是世界中心安尼啦。所以我像安尼，真侪人讲看到我想到因阿公啦。做学生的时阵会当靠爸爸妈妈，真侪人就是拍工吼，做线工赚的钱，就是家己迄个就是买东买西的钱。但是事实上出社会了后，其实咱拢爱食穿嘛，就是别项不但是要买物件，其实拢爱钱嘛。那当初是恁哪会想要讲，转来到宜兰这个所在做这个工课？其实以我来讲吼，我本身都音乐的专长，所以迄当阵都直直在演奏。其实拄好家己有这个。固定的收入，拄好嘛看到阿嬷有一间旧厝，需要人整理，内底也无咧使用，规矩大家人少去内底耍音乐，内底去耍了吼，就感觉内底拢足水的，就是开始像爸爸，我问阿嬷，我会使用音乐去经营去整理你的旧厝无？阿嬷讲好，拢我去的，但是我问着阿公哦，阿公讲无够，阿公讲你来教创啥？无其他谈，但是我问阮爸爸。爸爸，阮爸爸讲，你是咱常常拢做人袂做，然后我就气着。什么做人袂做？是人想要做，唔知要安怎做。阮爸说对咪，因为伊家己嘛想要整理伊的旧厝。其实嘛真侪人讲，恁爸爸迄边都有旧厝，你哪袂去整理？阮爸讲，迄后盖要去大楼，既然后盖这个物件一定是无去，我做的物件无去嘛。安尼开去我就问阮遮，阮妈这边。阮妈这边阿嬷我支持的，所以我们家会转来讲，我会晓唱歌，我会晓音乐，我会晓赛车，系我会晓做老师教，安尼规气都直接转来，拄好嘛有做老师，嘛有稳定的收入，所以去算旧厝，就会使愈算愈久久长长。结果真正迄边卡徛久都是你的啊，就真正愈来愈有人要叫阮来斗三工，若斗三工都钱下趁，都惊去啊吼，都钱去啊。对，当然啦，是讲真正就是迄边卡徛久的人，当然这背后真侪点点滴滴，咱较听继续来分享吼。